大家好，我係廖錦華 Kelvin， 係前香港體操代表，亦係香港女子青年隊嘅體操教練。依家有自己嘅體操公司，致力發展體操運動。我以前嘅主項係跳馬同埋吊環，同石仔阿聰佢哋一齊訓練，一齊去比賽。但係去到2012年，我開始覺得我嘅訓練有少少力不從心，啲表現有時卡喺樽頸位啊，跟住加上我嘅傷患一直咁累積，令到我嘅身體有啲支持唔住。最後喺2016年就選擇咗退役。退役之後，我仲好熱愛體操，所以就轉咗做教練。雖然角色唔同咗，但係訓練嘅強度依然好高，每個星期教班都超過30個鐘。有時候要示範動作，要抬高抬低，仲要帶隊比賽，都需要好多嘅勞動。加上我有舊患，其實呢份工都幾花體力㗎。但係2年前開始我就食 NMN， 最明顯嘅改變係體力同埋精神都提升咗。以前帶隊第2日成個人就會散晒，好攰。依家唔止帶隊，做完運動之後都仲覺得成個人好有活力同埋精神。另外睡眠質素以前瞓得唔好，但係食咗 NMN 之後慢慢調節到可以一覺瞓天光，第2日起身個人特別精神，工作效率都有提升。而我揀萊特維健嘅金智 NMN 4萬，係因為佢每粒都有450 mg 嘅 NMN， 含量夠高，可以促進細胞修復，由內到外抗衰老。配方更通過本港大學嘅科研實證，同埋成分入邊特別加入咗麥角硫因，可以幫助降低運動後對身體嘅氧化壓力，幫助減少肌肉同埋關節痛，所以好適合運動人士補充。老實講，有時歲月真係不留人，想體力 keep 到留住個狀態，我自己會選擇萊特維健嘅金智 NMN 4萬。